黃少龍 Jackie 係香港射擊運動員，玩氣手槍一定要有3寶：耳塞、眼鏡，當然唔少得支槍啦。雖然服裝冇嚴格嘅限制，但唔少槍手都會着上呢對特製鞋，提高穩定性。當初喺舉重、保齡球、網球同乒乓咁多種運動之中 ，Jackie 揀咗射擊，一玩就係21年。佢代表香港出戰過2屆亞運，上年喺東南亞射擊錦標賽男子10米氣手槍奪得金牌。初玩時都唔係覺得咁有興趣嘅，咁但係玩落之後呢，我發覺到佢可以令到我可以訓練到我個人生可以有好大嘅轉變。咁射擊最緊要就係可以訓練到我自己嘅耐性啦，我個專注力啦，咁同埋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，呢個係最緊要嘅。因為愛所以愛，為咗保持水準，佢1星期連續6日，每日3個鐘，加上要兼顧事業，往往忽略咗家庭呢部分。好彩得到老婆體諒。曾經挑戰過氣步槍嘅 Jackie， 始終情定手槍，皆因令佢更有滿足感。步槍如果你見到好多步槍都要着衫啊，要好多設備啊，咁先至能夠鞏固到嗰個穩定性嘅。咁但係手槍就唔係啦，手槍只係單手舉住支槍。好多條件上咧都由你自己去控制，再加上喺比賽嘅時候嘅壓力啊、心理質素啊、要求啊，令到你對嗰個射擊動作咧會好大嘅影響，所以挑戰性都好強。比賽嗰陣，男子運動員有60發機會，而氣手槍槍口可以產生差唔多6焦耳能量，相當高速。子彈1秒鐘嘅射程仲可以去到150米咁遠㗎。為咗令賽果更加準確，而家喺奧運同埋其他國際級賽事都係用呢種電子靶。香港只係得南華會呢度有提供，而鄰近嘅地區，例如澳門同埋深圳，都仲係用緊紙靶。以往喺射擊賽事，獎牌都俾中國槍手包攬，但近年就俾南韓、保加利亞同印度後來居上。而香港成績亦唔差㗎，事關射擊唔需要高大身材同埋爆炸性體能。不過就算設備夠，但場地少，限制大，而且香港冇合資格嘅槍械維修師，若果支槍要維修，就要去外國整。以上種種都阻礙到發展。事實上，槍械喺香港嘅限制好大，咁啊，你要買槍啊、考槍牌啊，都比較困難啲嘅。但係如果你想話我真係參與咧，反而就其實唔難喎。你只要走入嚟報名就應該喺度玩嘅啦已經。咁但係反而你想擁有一支槍就比較困難啲。所以發展上亦都有好多限制，就因為你冇咗支槍咧，冇咗自己嘅槍咧，變咗你好多時冇咁得心應手。Jackie 嚟緊會同另外1男3女嘅香港代表飛去德國慕尼黑參加22同23號舉行嘅世界盃，希望到時會為我哋帶嚟好消息啦。樂視體育溫嘉文報道。